中觀所講嘅空性係咪最終極嘅版本咧？喺中觀角度係，但喺呢度絕對唔係，得唔得？喺邊度係最終極嘅版本咧？喺世間法裏邊係最終極嘅版本，但係離開咗世間法咧，完全冇作用，完全冇作用，得唔得？冇任何作用㗎，所以佛係冇般若波羅蜜㗎嘛，佛係唔會有般若波羅蜜㗎，佛係叫你學般若波羅蜜，去到構成就啊嘛，而般若波羅蜜唔係成就啊嘛，般若波羅蜜係個工具啫嘛，你用嗰個工具去挖寶，個工具唔係寶嚟㗎嘛，大佬啊！但係而家啲人就攞個工具誤作為寶啊嘛，拿住個工具就我係啦，咁啊搞錯咗。即係假設你拿個工具去掘金，掘金吉。假設你攞個工具掘金，得唔得？OK，你要掘到金，你先至係富翁啊嘛，得唔得？OK，咁而家啲人就拿住嗰個工具，學點樣用個工具。啊，你要呢個叫做鋤頭啊，呢個鋤頭咧前面嗰個利嘅，你可以掘到嘢，同時咧亦都可以整傷到人嘅，所以你要小心運用。咁然之後嗰個叫柄，然之後隻手就應該攞住個柄，就唔好攞住佢尖嗰度。即講一嚟大輪呢啲咁嘅，咁然之後我終於學識點樣用鋤頭啦，咁然之後你就以為自己係富翁咯，你根本都冇掘過寶，你只係攞住個鋤頭學點樣用個鋤頭，你就以為嗰個係寶，呢個咪你取甘蔗皮而棄甘蔗嘅汁液咯。你拿咗甘蔗皮，哇正啊，係嘛？咁但係你食蔗你唔會淨要個蔗渣噶嘛，個蔗渣係會攞出嚟噶嘛。同樣地，你掘到寶之後，你應該係拿住個寶，而唔係繼續拿住個鋤頭啊嘛。